你们说，10年以后，我们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地躺在这里？肯定不行。就你这样没事儿总趴人冬眠身上，到时候人老公非杀了你不行。冬眠，你让不让我躺在你身上啊？那必须可以呀，我的小闪闪 baby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老公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就一刀阉了他。哎呀，那我要可以呀！好吧，baby 们。哎，你可不，杨大伟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跟你结婚啊？他说毕业就娶我。我不管啊，到时候一定要让我当你的伴娘。哎，你是不是二啊你？每个人都可以当伴娘的，伴娘又不是只能一个，我们俩也可以。对，我要当伴娘，我也要当。啊，行，你们仨都是我的伴娘。不光要当伴娘，还得当孩子他妈啊？干妈。哎，你说你多划算啊！你先生孩子就可以有3个干妈，孩子每年要拿3份压岁钱呢。干嘛我最先生孩子呀？因为你最先结婚。好吧，我不管，不管以后你们谁生了孩子，都得管我叫干妈。我才不会生孩子呢。我叫 Adele，Nice to meet you。 Nice to meet you, Adele。哎，你这摁的到处都是手印，这是干嘛呢？行为艺术你懂吗？不是特别了解。行为艺术就是解放天性，释放人性。因为每个人都是艺术家，如果你太在乎周遭的眼光，你就会忽略自身的艺术气质。所以我建议，每一个艺术院校都应该开设这门课程。同意，同意。那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。我们一定要深度合作。深度合作。哎，你是不是创建了一个城市走婚俱乐部？你怎么知道？每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都知道这个。第一，要有创意的求婚；第二，隔离式交往；第三，专情测试；第四，要会唱爱戴所有的歌，而且拉丁舞一定要跳得比我好。第五，每个人都会审美疲劳。如果我对他没有感情的时候，他要允许我有一个情人。我要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身上，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。如果没有情感，何为艺术？当然，我是一个有节操的女人，我绝对不会跟他们上床。第六，我有很多闺蜜，可是她们都是 gay， 所以我的老公要允许我单独跟他们出去旅行，或者是睡在一起，但不许吃醋。Hello， Adele， 亲爱的，我今天看到一篇报道，一个行为艺术家把他的睾丸钉在了广场上。我在想啊，如果不允许我们同性恋结婚的话，你会不会把你的乳房也挂在城门楼子上啊？我的乳房和城门有什么关系啊？那睾丸和广场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要跟他说笑。来，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闺蜜 I'm Kobe。科比，你好，我叫雷闪闪。你叫雷闪闪啊？
我跟你说，闪这个字儿，我从小就叫小闪，抠鼻小闪。哎呀，闪！停！好听啊！我们一块儿是什么事儿都可以做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在一起裸泳，我们可以在一起洗澡，互相擦屁屁，我们可以在一起互相介绍男朋友，我们可以睡在一起。But no sex。你们两个的关系实在太让人羡慕了。你看，亲爱的，昨天我买的戒指好不好看呀？哟，骚的你啊！回头啊，给你屁屁上画一个骷髅，好不好啊？昨天晚上做了几张面膜啊，皮肤这么好。你说呢，亲爱的？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啊。你们知道王老师去哪儿了吗？王老师？谁是王老师师啊？谢谢。谢谢啊。突然来找你，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？无事不登门，登门必有事。其实，就算您不找我的话，我找机会也想跟您聊聊。看来咱俩是心有灵犀了。算是吧。那个，我也就不兜圈子了。其实我就是想问问您，您这闪闪到底是什么想法？问得这么直接，看来你对我和珊珊之间的事情是有所了解的。你就是闪闪传说中的男闺蜜，对吧？对，那个我们俩是哥们儿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和闪闪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友谊这么简单。小伙子，听我一句话，你要把握着机会，不要等到哪天你们俩真的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之后，可就晚了，懂吗？人呢？转院了，今天早上刚走的。转院了。护士，您知道他转哪儿去了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王老师，您不喜欢闪闪吗？有很多事情，尤其是感情的事情，不是那么绝对的。我和闪闪之间的感情，说起来有点复杂，所以我的心情很纠结。那您不觉得您这么做，对闪闪是不公平的吗？你说的很对，但是在闪闪面前，我只当他坏人。你要辞职？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东眠不接电话，你又要辞职？啊，不，这件事儿跟冬眠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啊！主要是我老公他不太想让我出来工作，所以我得考虑他的感受。好吧，既然我留，你也非要走，想回来的话，再给我打电话。谢谢戚总，那我走了。戚总，我有些话我想对你说。你知道冬眠他离过一次婚，其实他对婚姻的那种不安全感，也并不是全部来自于他上一次婚姻，还有很多很多。冬眠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温暖的家庭里，所以他的内心是很没有安全感的。他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，都是为了给内心寻找一个安宁的地方。我懂。
去反悔。珊珊，电话，快接！电话，可风的电话，再慢点看，慢点，刷！还是没人接。雷闪闪跑哪儿去了？就这一天也找不着个人。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他又不是一3岁小孩。他有的时候连3岁小孩都不如。你说这王老师这事儿多少年了，他还这样？要我说，这全天底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尤其是那王老师，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2次，换谁受得了？我就觉得奇怪了。你说，雷闪闪这么多男人，他就过不了王老师这一关哈。唉，爱情这事儿也是没道理的。你说感情跟理智在一起 PK， 最后肯定是理智失败的呀。哎呦，哎，这要我说，这王老师失踪了，没准还是件好事儿呢。你说博士啊？我跟闪闪在一起住的这段时间，我真觉得博士对她挺好的。关键是闪闪啊，她把人家当哥们儿，当男闺蜜。哎呦，她就是一脑残，也不知道她那脑子什么时候能开窍。哎呀，总算是没事了，那你赶紧回家吧。嗯，行。哦，对了，我上次跟你说给你介绍工作那事儿，不要我把电话发你吧？啊，你给人打电话。行，还是你本事大。做什么都做，这个扣是这么解的，这么解，哎，差不多行了，不行，差不多行了，快点儿，快，啊，哎，快点儿，
那个博士，他就算是有什么，他也不可能把你怎么着了。就他那个怂样，他有贼心也没事的，肯定未遂。我跟你说，你说的倒是轻松。雷珊珊，我现在怀孕了，她那么大一头，万一踢到我肚子里，保完怎么办啊？这个神经病，你还指我，你还敢指我？雷珊珊，你不要脸了你！那个谁来了？这个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挺好的，是不是雷珊珊？对，好的很，好的很。我刚才都听到了，说你怀孕了，孩子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是怀孕了，可是孩子不是你的。你撒谎！明明那天我们刚……对，我们那天是那什么来着？可是你要知道，我能跟你那什么，也能跟别人那什么。那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二傻啊！我找你这么点事儿，赶紧，有人找你，快点啊！哎，孩子的父亲是博士。昨天晚上我们两个还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。啊！那个，昨天晚上咱俩是睡在一张床上，但是咱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对吧？我知道，亲爱的，你是怕伤害到我跟孩子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昨天晚上是…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我喝多了，我跟他睡在一起了，然后我们就什么都没发生。不是，我们是睡在一起了，但是我们是睡在一起。不是有人找我们吗？走，你那么多话呀？到底谁找我了啊？严总。美术系毕业是吧？是。会画图吗？当然。朋友介绍的还是不错的。我们这个公司啊，是一个这个家具设计公司，那你就简单的在我们这儿先画图啊，试用期3个月，希望你呢在我们这里能够给我们一些有创新、不一样的，能给我们带来新鲜的元素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主管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苏敏，你还在骗我？我没有骗你啊，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一直都是有老公的。那我知道，那对我来说这不重要。这怎么不重要？这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光知道我有老公，可是你不知道，我其实还没离婚呢。怎么着？美丽的东边 ，My Goddess。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这就是我老公。我老公麦克 ，This is 清明风。久闻大名，你就是传说中的七公子。怎么着？我没骗你吧？他就是我老公。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天天都来马场找我了，因为我老公会有点不高兴的。好。我真高兴你能把我当你的老公。对不起啊，我还有事儿。我看今天戚明峰是没有反应过来，如果等他反应过来了，下次再来没那么好对付了。管他呢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冬眠，我不希望你一个人过得这么辛苦。宁可风，你不会是全都告诉他了吧？我发誓，我什么也没说啊。那你这是。
老婆，这太阳要从东边落下去啊！你这天还没黑，怎么就回来了？老公，我想正式的通知你，我已经从宠物学校辞职了。真的？你终于想明白了啊！哎呀，老婆，你终于不用再去那个狗窝，呸，不用再去那个宠物学校上班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感谢天啊，感谢地呀！我杨大伟痛苦的日子终于结束了，幸福的日子即将来临，光明就在前方。老公，但是我还想通知你一件事。说，我又找了一份新的工作，明天就上班。我上去换衣服了啊。天哪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？